后来这个第一轮伫咧网络顶订买翠暗的民众，今仔日开始到4月初1，拢会当到超商去领。早起有袂少的上班族是要早顿先煞来领翠暗，平均一个人只要3分钟，甲去药房排队比起来是加真紧哦。啊，第二轮网络注文翠暗昨嘛开始咯，一直注文到明仔暗的8点为止。也未体验过用网络来买翠暗的乡亲，不妨试看嘛咧。上班前到超商买早餐，买少人顺续领翠暗。这是你的口罩，请帮我确认一下数量。规个流程其实真简单，只要到超商的机台输入购买序号甲身份证尾啊41号码，摕到白单就会当边单领翠暗。实际观察，每张平均3分钟就会当摕到。反正我不要去现场浪费我的时间，我都觉得无所谓。对，因为上班真的是没办法。如果是年长一点的话，可能需要教他一下吧。对你来讲，我觉得应该还好，我很快就适应。第一波预购完，然后就有成功，就发现数量大家没有抢的那么疯狂，所以想要第二波应该也会先预购看看。免提叫排队买翠暗，互买少上班族决定要继续加入第7暗8点以前截止的第2波网络预订，而且4月初2开始到4月初8，就会当到超商领出第2波的网络预订的翠暗，也未试过的民众，骹手就爱紧哦。